大家放工返到屋企，最常講嘅一句話係咩？多數人都係話好攰啊，今日用盡晒腦汁，個腦直情行唔喐。但你有冇發現一個好怪嘅現象？明明你整天都係坐喺張寫字樓椅度，最多只係喐下手指撳 keyboard，物理上你根本冇做過任何勞動。點解你會覺得個人好似搬完幾百棟磚咁攰？相反，你有啲同事日日放工去跑馬拉松、去行山、去蒲、去玩，但人哋第日返到公司開會依然神情生猛，老細問咩都可以即刻對答如流。你可能會問，係咪我天生基因唔好，注定俾人蠢，定係我年紀開始大，個腦退化得快個人？其實你同呢班人嘅分別唔係在於智商，亦同你幾多歲無關。你覺得個人又鈍又易攰，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99%嘅人都搞錯咗嘅秘密。你個大腦轉得慢，好可能正正係因為你由朝坐到晚，長期處於停滯狀態。今次同大家拆解呢本被無數人視為大腦救星嘅神作《Spark》，中譯運動改造大腦。呢本書嘅作者 background 勁到冇人敢反駁。Dr. John Ratey， 人哋係哈佛醫學院 Harvard Medical School 嘅臨床精神病學副教授，喺腦科學同心理學界，佢講嘅嘢就係黃金標準。佢用咗超過20年嘅臨床研究，話俾全世界聽，運動唔係單純為咗減肥或者練腹肌，它最本質嘅功能其實係去保養、升級同重組你個大腦。喺我哋睇下呢位哈佛教授點樣用科學幫我哋個腦開 turbo 之前，請大家動一動你尊貴嘅手指，撳下下面個訂閱同分享掣。好，我哋馬上入正題。好多人出咗嚟社會做嘢幾年，就開始覺得自己記性差，注意力集中唔到，然後就安慰自己說老啦，算啦。哈佛嘅 Ratey 教授喺書入面用咗一個好貼地嘅比喻，你嘅大腦就係一座高尚住宅區。神經元就是入面嘅主力牆同結構。如果你買咗層樓，幾十年都唔裝修、唔維修、唔去打理，層樓自然會慢慢滲水、石屎剝落。而一個長期唔運動嘅人，大腦內部就正正係處於呢種失修嘅狀態。以前啲人以為成年之後腦細胞死一粒就少一粒，注定冇得救。但 Dr. John Ratey 嘅團隊做咗大量實驗，發現大腦內部一個負責管理記憶同應對壓力嘅關鍵地方海馬體，其實一輩子都有能力長出全新嘅神經元。而要啟動呢個再生系統，唯一嘅方法就係靠運動。當你身體開始喐嘅時候，大腦會分泌一種叫 BDNF 嘅蛋白質，名太繁複唔使記，你只需要將它當作是大腦神經元嘅超級肥料。有了呢種肥料，你個大腦內部嘅高樓大廈就可以不斷翻新，神經網絡嘅傳遞速度就會快得像換了新光纖一樣。書入面有個好生活化嘅例子，有一位叫蘇珊嘅行政主管，30幾歲，記性差到連自己架車泊咗喺地下幾樓都經常唔記得，每日放工都要花10幾分鐘喺停車場返自己架車，做嘢又成日甩漏，老細都開到聲，話如果他表現再係咁，公司可能要請他走。蘇珊最後迫於無奈，唯有死馬當活馬醫，夾硬逼自己每日提早半個鐘爬起身，喺屋企附近慢跑。點知只係堅持咗2個月，奇蹟就嚟啦！佢唔單止冇再無端端記錯泊車位，喺公司處理啲複雜數據、睇啲大報表嘅速度，仲比以前快咗成倍。最誇張嘅就係佢放工之後，居然仲有精力報名去讀多個進修課程。呢個完全唔係咩超能力喎，純粹係因為佢個大腦食飽咗肥料，轉得快咗嘅自然結果。每逢下晝3、4點，辦公室最常見嘅動作就係去沖咖啡，或者去便利店買能量飲品。大家都覺得我好攰，我要補充能量。但哈佛教授話，覺得攰就去休息或者飲咖啡，往往係現代人嘅大盲點。大部分時間你覺得攰，唔係你身體冇電，而係你個大腦因為長期保持一個姿勢，血液循環變差，大腦內部積聚咗太多新陳代謝嘅垃圾。當你起步去喐嘅時候，大腦會立刻分泌3大神經傳導物質：多巴胺、血清素同去甲腎上腺素。這3樣東西加埋一齊，就是大腦天然嘅提神複合劑。多巴胺俾你專注力，
血清素穩定你嘅情緒，去甲腎上腺素令你保持清醒。教授將運動比喻為幫手機充電，而你平時開工做嘢就係用手機。多數人嘅做法係用到部機就嚟冇電，覺得攰就擺埋一邊，等它自己充，即係攤喺梳化度睇電視。結果發現充得極慢。真正有效率嘅方法係去換一個快充 （fast charge），也就是去動一動。書中舉出美國伊利諾州一間中學嘅實驗，這間學校推行咗一個計劃，要求學生每日返學第一堂唔係坐喺度讀書，而係先去體育館跑20分鐘步。一開始好多家長鬧爆，覺得浪費時間，會令小朋更加攰。結果令人震驚，這班朝早跑完步嘅學生，接下來幾堂課嘅學習速度同考試成績提升咗接近20%。在國際學術評估入面，這間普通學校居然名列前茅，因為科學證實，運動完之後嘅1到2個鐘，大腦會處於一種超級吸收狀態。這個時候你做任何嘢效率都比平時高幾倍。依家10個打工仔有8個都話自己壓力大，好焦慮，成晚都睡唔安樂。多數人都會去睇醫生或者上網買各種名貴嘅助眠產品。但作為哈佛精神科權威嘅 Dr. John Ratey 喺書中一針見血咁指出，抑鬱同焦慮在本質上只係大腦內部嘅化學物質失衡，而世界上最平、最無副作用嘅化學調節劑就係你對運動鞋。書中引用咗杜克大學一項非常著名嘅醫學實驗，研究人員將156名患有情緒困擾、焦慮同抑鬱嘅患者分成3組。第一組定時服食市面上最主流嘅抗焦慮抑鬱藥物；第二組完全唔食藥，只要求他們1星期做3次，每次30分鐘嘅中等強度有氧運動，例如快步行或慢跑。第三組又食藥又做運動，過了4個月之後，所有人預期食藥嗰組效果最好。結果發現純運動嗰組嘅改善進度竟然同純食藥嗰組一模一樣，都達到60%以上嘅康復率。更讓人意外嘅係半年後嘅追蹤，食藥組嘅人一旦停藥，復發率高達38%，而純運動組嘅人復發率只有8%。主持人口吻大點微酸，咁既然運動咁有效，點解平時你睇醫生好少有醫生會開張運動處方叫你返去慢跑？教授喺書入面好直白咁話，因為運動係免費嘅，大藥廠唔會因為你去慢跑而賺到錢，醫院亦都冇得抽佣。這就是為什麼這種最自然嘅療法最常被現代人忽略。為咗方便大家應用，Ratey 教授喺書入面針對唔同人生階段，俾咗好具體嘅大腦保養方向。1. 讀書時期，兒童與青少年，重點唔係逼他們做重複嘅訓練，而是去玩啲需要手腳協調、考反應嘅團隊運動，例如打籃球、踢足球、學武術。這不單止可以改善小朋嘅專注力，仲可以刺激他們小腦嘅發育，對提升日後做 plan 解決問題嘅邏輯能力好有幫助。2. 打工仔黃金期30到50歲呢個階段，大腦面對最多工作同家庭壓力。教授推薦以有氧運動，例如游水、踩單車為主，中間加少少力量訓練，這可以幫助大腦釋放一日累積嘅皮質醇、壓力荷爾蒙，保護腦細胞唔被壓力毒素破壞。3. 長青族60歲以上，好多人老咗就驚自己有認知障礙、老人痴呆。書中數據指出，每星期有規律運動3次以上嘅長者，患認知障礙嘅風險直接減半。教授最推薦老人家去學跳舞，例如排舞或者打雙人網球，因為這些運動需要大腦即時去記舞步，去判斷球速，比單純散步更能刺激大腦神經網絡，維持大腦年輕。好啦，道理大家都明白，但我知你依家心入面一定喺度諗，我每日一收工都成隻死魚咁，真係冇意志力去運動，點算好？主持人口吻微酸，唔好怪自己意志力薄弱。哈佛教授話，我們個人類大腦天生進化出嚟，就係一個好縮骨嘅會計師，
在幾萬年前，食物好缺乏，大腦嘅本能就係叫你盡量躺平，唔好動，節省能量。所以你收工想攤喺梳化度，係人類嘅生物本能，唔使有罪惡感。既然意志力靠唔住，我們就要學會用科學方法去欺騙呢個縮骨會計師。教授建議大家由以下幾個無痛微習慣開始：一、環境提示法。今晚臨瞓前，將你對波鞋直接擺喺床邊或者大門口，等你第日起身或者放工返屋企，第一眼就見到它，減低心理障礙。二、降級目標，唔好一上嚟就話要跑5公里，你可以規定自己今日放工換上運動衫，去屋企樓下快步行10分鐘，咁就已經算贏。只要你行咗出去，通常你就會願意行多幾步。三、時間管理，如果你成日話冇時間，你可以試試將行樓梯代替搭電梯，或者搭巴士，提早一個站落車行返屋企。各位睇完哈佛教授嘅研究，大家要清醒啦！每一次你肯彈起身喐一喐，你絕對唔係單純喺度減肥或者燒卡路里，你直情係幫緊自己個腦做維修，開埋 turbo 幫佢升級呀！呢筆擺落大腦嘅投資，遲啲一定會連本帶利還返俾你。到時記性好咗，個人冇咁燥，做嘢都精靈啲。唔好諗咁多啦，睇完條片即刻起步，喺客廳做5個深蹲，或者行個圈都好。順便將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那個成日話自己好鈍、記性差嘅朋友。我哋下本書再一齊去發掘更多正嘢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